講到這萬里溪幫山潭目前是發布黃色警戒，今下晡3點的時陣，離這警戒水為剩1米6爾，水隨時攏會填出來。那林保署發言分署下晡佇中央災害應變中心就講，按說明仔載暗時8點呢，要發布這紅色警戒，強制撤離，溪水滿出來時間會佇咧17早起8點。警車一個駛來，一到3點外，鳳林分局的警車佇咧放送，通知民眾趕緊撤離。自從6月2日發現崩山污了，鳳林蔓延幾個村里，大家就提心吊膽。黃色甲紅色的警戒解除了，擱再發布。因講安尼撤離轉來來回回已經幾多遍啦，為了安全也無法度，而且這邊可能是紅色警戒。一股一流的時間一直在往後遞延，很多的鄉親上面有很多的無奈。民眾了解，這是為了因的安全，不過也是希望代志趕緊結束。林保署解釋講，滿樓出來前24點前後發黃色警戒，前12點前後發紅色警戒。發布的根據是有高雨量、山區變化大，也上嚴格標準。山區的這個降雨的預測就具有很多不確定性，它可能會就是局部降在某一個區域，在風險的評估上，其實我們還是必須要比較嚴謹。頂回包圍風台內崩山湖的水無滿，淹過流入來2倍水量。林保署認為這邊滿樓有較確定，因為15月到已經到95%，下到中央市災害應變中心發現分署根據最近水流入來量，提高至發紅色警戒時間應該是16。可能會到這個到達警戒值高層。1086的前12小時，大概就是7月16號的20時。指揮官季連成確認，崩山湖滿樓出來時間可能是17日早起8點。林保署解釋講，爆體幾號外形，抑個材料組成攏無確定。這麼雖然評估是條板一流出來無色，不過是不是出現規個崩潰，抑個會監測。中央提醒講，這麼已經進入油樓進程的關鍵時刻，211位保全戶攏已經撤離。記者綜合報道。